大家好，我係老泥妹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上次講到呢個世界有啲人係天生膽邊生毛，特別勇敢無懼，當中有少部分係天選之人，佢哋腦部嘅表面同時比一般人光滑，令佢哋可以更義無反顧咁向前衝。而細個嘅我就係一個勇敢嘅天選之人。直接啲講，就係缺乏思考，諗到就做嘅人。例如幼兒園第一日返學，媽媽，我都可以自己一個等，校車嚟到我識自己上車，你走啦。小一上緊堂嘅時間，急尿去完廁所。咦，唔知係唔係落雨呢？等我摸下先。小一第一次考試，今日要預備考試啦。媽媽，我識晒啦，唔使溫啦。咁都講得出。喺屋企做功課。家姐，借支筆嚟。去商場行街，哇，係大型跑步機啊！等我試下先。你想試咩啊？以上行為皆出於嚴命場，好孩子千祈唔好學習。而我阿媽主要用兩個方法嚟制衡我哋：氣場震嚇，同埋獎勵制度。呢啲禮物係你努力換返嚟，攞去啦。而週末晚上可以玩電腦遊戲，就係我哋其中一款嘅獎勵。因爸爸工作關係，初小嘅時候屋企就有電腦擺喺客廳。部電腦平時係上咗鎖，我同細佬冇機會隨便接觸電腦。呢個係咩邪惡電腦守衛？一個星期六晚，呢個係電腦登入名稱同密碼。媽咪要做一陣嘢，你哋食完飯收埋台就可以玩半個鐘電腦。食完飯後，等我斟杯水先，再去個廁所先。仲要等幾耐？冇錯，今時今日嘅電腦可以10秒開完機，簡直係造福人群。30 minutes later，吓，時間咁快就到？不過頭先開機等咁耐都唔算玩。媽媽又唔喺客廳，玩多陣冇人知嘅。細個已經喺度度縮數。 10 minutes later，左啊！老泥妹，你好遲，時間到。係媽咪，我即刻熄機。一早聽話未冇事咯。過咗幾日，我今日唔係好舒服，瞓一陣休息下，你自己乖乖地做功課啦。喂，咦，邊個啊？呢邊啊？呢邊啊？你係邊個？我係你屋企嘅電腦精靈，我好寂寞啊，你可唔可以陪下我？但係我要做功課喎，同埋電腦有密碼。不過媽媽上星期六俾咗電腦登入名稱同密碼我，佢又瞓緊覺，等我陪下你啦。我記得密碼係1897561，密碼錯誤，請重新輸入。好似最後兩個數字要調轉，189756313。密碼錯誤，請重新輸入。唔通阿媽已經換咗密碼？老泥妹，你喺度做緊咩？原來阿媽星期六俾我哋玩完電腦，已經即時換咗新密碼。KO，仲要休息時冇完全將房門閂埋，喺床透過門罅可以望到電腦位。阿媽睇住成個犯案過程，而我因為偷玩電腦，成個月都冇咗呢個獎勵環節，以後都唔敢以身試呢條法。電腦精靈，救我！自己攞嚟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冇試過做虧心事又俾人斷醒？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中意我嘅故事，記得撳鐘仔訂閱啊！下次再見。